好高興能夠成為綠牙行動活動義工之一。喺今次嘅活動入邊，令到我感受到一種精神，就係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呢一種回饋理念。亦都發現咗，原來我哋真係需要付出少少嘅時間、金錢、愛心，就可以幫助到好多有需要嘅小朋友，令到佢哋可以快樂健康成長嘅。綠牙行動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，能夠幫助有需要嘅小朋友改善佢哋嘅學習環境，我都覺得好開心。好多謝綠牙行動對學校嘅支持同埋關懷，為我哋其中3個課室呢，就送贈咗100套嘅書台同埋教員室嘅台凳，令我哋嘅教學活動呢就更加暢順，亦都學習得更加愉快。好多謝綠牙行動。多謝哥哥姐姐教到我哋垃圾分類嘅知識。嗰時玩完垃圾回收之後，我覺得好好玩，好多嘢可以學習。我而家用呢啲台凳係綠牙行動嗰啲哥哥姐姐送俾我哋學校嘅，我多謝佢哋送咗呢啲嘢俾我哋學校，可以讓啲同學專心上堂。我好多謝綠牙行動同埋聯合技術公司頒發呢個綠牙優異學生獎俾我，呢個獎肯定咗我嘅努力，令到我喺以後嘅默書、測驗仲有升中試更加努力，發揮出最好嘅水準。所以好多謝綠牙行動同埋聯合技術公司。